展示会这个空间不只是为了文静时需要家己照顾幼稚的议员，包括议会员工买当地有需求的时，带囡仔来使用。请用4个囡仔议员新加峰伫该幼稚空间启用头一天，嘛拄好带囡仔来体验。对地板甲墙壁加上游戏器材都有安全设计，互囡仔会当安心来耍。19号议长库里里伫这议员陪同正式启用。有很多这个小朋友，可以适合在这个年龄的这个一些的玩具，或者是说游具哈，在里面让那个小朋友可以玩。那让我们的议员先进啊，他们在问政的时候，如果刚好带小朋友来，那也不方便带到这个议场的时候，可以让他在这边来做一个玩耍哈。议会宝宝哈，在6月份即将要诞生，那我们希望营造一个我们非常让我们议员可以安心问政，那亲子共融的一个空间。为了打造友善这场展示会，大型设立幼儿亲子空间，无分党派议员拢认同表达肯定。台湾新闻阮籍林英光采访报道。